啥？你要来做我二手的？是啦。你这个衫啊，我买收的。干哪户啊？你唔通先摇摆呢？哈，我师傅要做唔做，师啊要收唔收，都要看我欢喜甘愿啦。啊，你若讲我下摆，恁错错等去啦。摇摆爱做正功夫啦。你唔通讲甲阮师害是装仔来无对手啊吼，再来你摇摆啦。那你我看你无啦。你话爱讲好哦，迄是恁师傅家己身体唔照顾，啊肝病带到尾期啊，啊我好心补恁去食药啊，啊恁药我食无好，啊你说你牵大我甲害死的哦。啊，你是真是知影，假啊唔知啊？是啥？阮师为着要教阿霞煮食，逐工去石磨仔数引导人鼎灶，啊要煮好了的红食讲嫌垃圾，毋知气甲呢撞转厝的，搁灌烧酒，灌到肺管憋破才死的，你知无？啊，代志是安怎会造成安尼？迄根本就是你嘛！你黑白你生话啊，表面上假好心啦，倒我去拆药啊，实际上咧，四过去宣传来害阮师啦！啊，你实在真少年呢。哪会安尼啦？啊，我会安尼死做，我是想讲要甲伊拼生理尔。啊，哪会知影说会来甲害死我气死？啊，哪即嘛咧？老爸互你害死啊！啊，人即嘛查某囝亲身来到你面头前啦，要求你要拜师学艺，啊，你阁唔答应，啊，你这唔能晓拜嘛，根本就恶性嘛！伊是刀子上的查囝，啊，我是免那收伊起来做二手的啦。啊，是安怎袂用的啊？啊，迄学煮食，敢若袂出咧修行哩。咱若无食苦是袂用哩啦。啊，我若无对阿霞甲严一事啊，啊，伊规世人都袂出师啦。啊，我若对伊较严哩，啊，外面一定讲较专话啦，讲我是咧欺负刀子上的查囝。我唔惊真苦啦，阿富师啊，只要你肯饲我做二手的，我啥物都唔惊。啊，富师啊，阮阿霞今仔日会来找你拜师学艺吼，完全就是因为阮伫阮师面头前吼，话有八十敢来的呢。啊，你若阁唔答应吼，我是会使请阮师3更半暝叫你开放了哦。啊，是要安呐？啊？好啦，恁都讲安尼啊，啊无，我就收伊起来做二手的啦。多谢阿富师。也毋过以后吼，做人的师啊爱甲照起工哩，担地当，目油下火，你拢免有半句怨言哩。我知啦，我袂啦，啥物艰苦吼，我拢交担啦。林准。你倒来衫哪会拢分味啦？我搁甲朋友参详生理的代志啊。哎，你薰着食足大个，迄薰味足重，臭我要死。对啦，我只1万块，啊你先收起来，唔通卡啥知影吼？来啦，客气啦。你哪有这个钱？我搁甲朋友吼做一寡投机性的生意啦，赚的有较紧。啊，无像较早安尼戆些戆我做啦。啊，趁也无食，早知影吼，我搁应该量早甲朋友有做生意啊。英俊，好赚的生意不一定稳当，你还较细腻的呢。我知啦，这食一回学一回，这道理我捌啦，啊。英俊，我找有头路啊呢。我是想要去丹仔湖遐学师啊啦。啥？丹仔湖？安尼哪会对？阿爸敢是伊害的？啊，你搁拜伊做师傅哦？我有甲阿爸跋杯，啊伊饮杯，我才去的啊。啥物时代啊？咧跋杯？有一个手艺总是较稳当啊。是讲这个丹仔湖吼，讲话拢嘛有伊鼻孔出来。啊，你学师啊，敢会堪要忍耐？忍耐者就过啊，啊等若出师，咱就应家己做啊，对无？你讲也对个吼。等我若是学出师吼，啊你搁做生意赚一寡钱，
咱就用家己开一间店啊。到时阵，咱生活就拢免烦恼啊，对无？有啊。啊，咱这早做好势啊？隔壁做下药因遐要办倒，我现在转来哦。哦，我甲卡上要食啥？中昼就倒来食呀。暗时的菜我嘛煮好啊，放在菜橱啊。你若是要食，再摕出来烫一下啦。我知啦。敢袂晓？啊，会啦，我会晓啦。你也会记哦，暗时要食以前爱先烫好烧，若无卡送会生气。好啦。好，安尼我要去啊吼。喂，来啊，安行安行，你多欠一工，你先休息者。好，来，请。这把件做好走。我拄好代志啦，拄好你来拄好。别过来了，别过来了。来呀，哎，大阿婶，我用这个。你是记好啊未啦？后面的腿裤还要空嘞呢。好啊啦，什么都好啊啦。唔通安尼做人的工课吼，就安尼骹手混沌啦，爱甲哪里啦？你后摆我那要做师傅啦，你我就爱做一个好模样，你会使啊看。我知影啦。我怎无啦？不要紧啦。人嘛是袂食哩，唔通我掺落钱。哦，啊，答你嘛好啊，人迄手断着，啊，你是搁咧讲啥话啦？啊哈，又搁先抹一个。请好啊，附近嘛。没水水。多谢。王生，咱今是来遮办桌哦。是啊。当过去就过去啊，莫甲想遐济啦。大小姐。啊，你来啊？哈。迄毋好咧，家在公司是吃暗顿的，啊，若食中昼，恁敢款着付红食？是啦，人讲做土水的惊掠老，总铺的惊食豆，好佳在大小姐、大头家娘，恁多请暗时啊的，多谢恁的指教，多谢恁的照顾。照顾，迄是有准的啦。啊，当我结婚的时阵，你煮一款菜，敢会看咧？以后请多多指教，我一定会改进吼。即个请员工食饭。还是看咧阿霞伫你遐咧做师啊，要无吼，我是袂搁再叫你。是啦，你过去甲阿霞拢总是好朋友，敢毋是咧？普通啦，那我吼是较爱看阿霞煮食来甲我伺候啦。这就是我叫你来做的原因啦。啊，非得下骹手人食较粗俗的菜，伊嘛毋敢讲安怎对无？好啊啦，莫搁言钱啊啦，好去准备啊啦。是。这若当着恁老爸迄个高骨圣地吼，卖咧活咧转去都无主啊啦。若我都无共款啊啦，伊愈下摆啊，我愈要趁伊的钱啦，这叫做闪无钱过啦。
一个伤忝啦。要紧啦，我哪做啦？啊，小等下哦，菜若来哦，你就准备2个空的塑胶袋啊，大虾啦、金仔啦、鲍鱼啦、油鸡啦、红肉啦，你甲分做2包，一包我赶转啊，一包互你赶转去。阿母婿，安尼敢好？啥物咧好唔好啦？人食无了，换伫饼落去喷汤，你是要食甲青的，也是要食人无爱，有较巧咧啦。国基啊！国基啊！我就听同事讲，互你来烦恼啦。你早就爱学煮食，我等到即嘛。好啦，国基啊，我即马肠无用，我等你食好，咱再来开讲好无？好好好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阿母婿，你食阮咯？工课做完，下一了阮过瘾的啦。吼，煮食吼稍忝。唉，我家己拢看好啊呢。吼，收你。放去哪底？啊，这你1个月月俸。阿母婿，我还有3天才有到位啊。早晚嘛是爱互你啊！你也毋是讲钱收去就无爱做工啊？摕去啦，摕去啦，无要紧啦，摕去啦。多谢阿母婿啦。人实在缘分啦！恁老爸甲我4、5克啦，想袂到讲你出来做我的婿啊啦！唉，有影啦，我做人哦有够鸟毛一丝啊啦，也毋过若来互我做婿啊吼，是袂食亏啦。我知啦，阿母婿。无咱转来吼。国基啊，国基啊，你啥哪啦？我这你讲你拄仔哪会食到食到无快人？你啥哪在哭啦？人食拄则食到吼，我女中溪头才甲醒我这边来啦。啊，你有人死头咯？我拄则甲伊两一包，两袂赢伊啦，都用哭的。你啥我无头路啊啦？你哭出来外口哭啦，做这你哭衰心。头家娘，我记是做啥物代志毋对，恁来甲死头路啦？伊哦，工课是照起工啦，人缘嘛袂歹。也毋过我听讲恁2个交情那甲姊妹啊遐尼好着，所以我看着真介吧。安尼你就甲死头路？无我就要问你意思是？本来我早就想要叫你倒转去食家己啊，也毋过想讲今日你要来煮食，规气互你煮的鸡头来向伊，安尼敢会真趣味咧？你是足过分呢？莫想起个安尼啦，若要看老年吼，后盖阁有啦。阿母婿啊，这摊钱甲你请袂？离了啊，离了啊！就应该走啊！是，阮两面就要走啊，嘿。国基啊，莫烦恼啦，咱头路阁找到有啊。我才无咧遗憾你的头路啦，我是毋甘问讲哦，我叫阮女欺负甲忝啦。国基啊，若暂时无头路吼，走多班你看有兴趣无啦？若有吼，我叫人随随甲你插一下啦。有啦，阿母婿，多谢哦，多谢啦。哈哈，这下哦，咱搁找你做工课安尼。看啥？看啥？你敢食？厝内面也无人动鼎灶，我要人饭通食。我都有先煮好，叫杨顺来退烧互你食。查甫人爱出来做生意，叫伊蹛内面动鼎灶，
讲出来，毋惊人爱小心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这个菜吼，先摕来烫烫咧，今日办的倒菜拢足澎湃呢。等下，垃圾鬼咧太过贵，迄办桌的菜是正百人用猪大回哦，你还要挂等我食啥？无啦，卡啥？看啥？是安怎是啦？是安怎？还着你咧好某啦？啊，毋长叫唔煮，用遐凊菜要互我食，安尼着要甲准过手。对啦对啦，较啥？阿夏要出门的时阵，又甲我吩咐啦，讲叫我款暗饭互你食，我一部分交代所有袂记的。啊查甫人是该款啥物暗顿？你咬疼某，咬成某啦，我才看你身躯位倒起来。我甲你讲哦，为明仔载起，你迄三顿煮互我食，要若无你就试看卖咯。较饭我爱食，我来食，你才放心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有够好食的啦！吼，我真久无食遮尔好食的料理。英俊，我甲你叮咛几啊遍，你若拢甲放我袂记，害我转来互卡上。啊哈，歹势啦！我临时临吼，甲朋友讲生理的代志啊，讲一煞又袂记啦，莫生气啦。你是讲什么生理？逐摆转来规身躯拢分泌。我迄客户爱食粉哩，我有甲朋友讲要进一寡十四岁的代志。14岁，啊哪无开店面？免啦，啊花啊一落船哦，个随送去大半遐去咧。讲这生理的代志，你也毋捌啦。啊，你学煮食，单仔付是一个月付你偌济钱？一个月5000块啦。才5000块？较细声咧啦，莫互卡上听到啦。是讲学煮食的工课遮尔粗重呢？你一个月较摕5000块，敢袂付？迄3个工尔，安尼算袂歹安尼。其实吼，月级济少是袂要紧啦，最主要是看我倒一天会当学出师，咱会当开一间餐厅，迄比啥物搁较价值咯。我今日2月级呢。哦，今日2月级嘛。我想讲哦，每个月互卡上1000块，咱家欠欠仔用，看每个月会当欠一1500块无？你即摆搁伫咧做生意趁钱，不一定免3年5年。咱有才调，会当开餐厅，家己做头家啊！你迄月计是毋是咱欠3000块我者？你是要创啥？无啦，我进一寡面霜哦，你找无客户你，使去囤着本啦。迄若踅出去吼，连本带利拢趁倒转来，利润阁不少了。无要紧啦，我才来甲我朋友累一下就好啦。无咯，英俊，迄小可钱尔，你去共累，拍歹你家己信用。等下钱我再摕互你啦。是讲做生意，当西困难加减下啦。英俊，我莫想啊济，快快来啦，吼。